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执政党7月26罢免失败了后，都一直有内阁改组的声音。红点名爱落台，点名上侪届的，就是卫福部长邱泰源甲经济部长郭志辉。今仔日因甲赖总统做伙参加活动，三个人无啥有互动。针对着关税冲击，行政院嘛推出着对应的支持方案。包括着农业部、劳动部、财政部甲经济部，拢有所应用。总统大罢免之后会内阁改组吗？总统赖清德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人哪行哪开讲行入会场，边仔个卫福部长邱泰源，后壁个经济部长郭志辉，无对真话，三人伫镜头前嘛无虾米互动。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讨论了哈，那我们都会有方法。那方法出来以后会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嘛哈，现在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中。最近这两位部长拢被点名，讲若是内阁改组，恐惊是名单之一。尤其是最近对着关税问题，却出现事件的风波，被认为难以推卸责任。暂时性的关税实施大家嘛烦恼讲未来佫有变数。针对这点，行政院嘛照叮当，因应美国对台湾20%的暂时性关税，进一步会推动各项的支持方案。为昨开始受理申请，包括农业部180亿的农渔产业的支持，劳动部三大支持措施，财政部伫金融、租税、股市拢有对策。经济部是希望透过贷款转型争取订单来应用。不是说我20%总共就扣20%，不是这个概念，是 plus 20%。当然现在最后要川普政府要来敲定了哦。当然是我们是希望说，在谈论的结果能够越低会越好。按照日本跟韩国谈判经验，的确是有机会再往下再降。因应美国关税，政府都要提出对应的措施。有关内阁敢要改组，这嘛互外界真济猜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